大家好啊！今日同大家介紹 DJI Enterprise 最新嘅配件 AP100。AP100咧嘅降落傘咧，其實係適用於 Enterprise 嘅 M400系列嘅。咁佢係一款攞到歐盟認證 C5、C6 認證嘅一款降落傘啦。而佢開傘嘅方式咧，亦都有自動啦，可以用 remote 手動控制，亦都可以透過 Fire Up 2去控制佢開傘嘅。佢嘅安全程度係非常之高嘅。如果我哋 M400喺30米嘅高空咧，打開咗個傘之後咧，佢落地觸地嘅速度咧可以降到每秒5米，可以有效減低意外發生之後咧對地面人員造成嘅傷亡嘅。咁而佢本身亦都具備咗 IP55嘅防塵防水認證啦。佢嘅工作溫度係可以由-20度到50度，入邊咧亦都內置咗雙獨立電源，即使無人機嘅電源係已經截斷咗啦，佢都有足夠嘅電力咧，可以打開個傘，同埋可以喺打開個傘之後咧，做到一個警報，包括有聲音同埋會有一個光源嘅顯示。開傘嘅時間咧，只係需要600毫秒，即係0.6秒咧，就可以完成停咗個槳，然之後再打開個傘。咁成個過程只係需要600毫秒嘅啫。大家依家面前見到咧就係 AP100安裝咗喺 M400上面嘅情況啦。如果大家需要將 M400收納翻去本身原本 M400嘅箱入邊咧，係唔需要將 AP100拆除嘅，因為原本 M400嘅箱設計嘅時候咧已經預留咗 AP100嘅位置。大家有興趣去購買 AP100嘅話咧，歡迎同我哋 POI 嘅同事聯絡。多謝大家。